激，好多謝你，多謝晒，好多謝晒，好。各位街坊你好，我係涂謹申。我禮拜六咧係考慮咧係報名參選下一屆嘅立法會。咁我希望咧得到各位嘅提名。如果你認為涂謹申咧做嘢都 OK 嘅喎，值得咧繼續支持。希望你可以埋嚟咧係做我嘅提名人。因為咧我累積咗17年嘅經驗，係28歲開始咧就做立法會啦。咁我咧一定咧對好多法律嘅事情咧係好熟悉，亦都咧好多條例裏邊有咩漏洞，我係做好多審議委員會嘅主席。咁單係過往呢幾日咧，大家睇到立法會辯論咗5日啦，係嘛？即係馬拉松。咁我一個人咧都提出咗幾十項嘅修訂，雖然咧保皇黨係夠票，全部咧都否決咗。咁但係咧，起碼嗰啲不公義嘅一啲嘅事情咧，係唔會永遠喺度嘅，一定會咧將來咧係獲得平反，一定可以修正到嘅。因為我相信咧，不公義嘅嘢、有漏洞嘅嘢、有問題嘅嗰啲條文咧，一定將來咧係市民咧係知道個真相。多謝你全部多謝你。希望你咧可以埋嚟做我嘅提名人。如果你認為涂謹申過往都係做得喺立法會嘅工作係做得滿意嘅，係值得咧係繼續咧係俾心機繼續捱咧係為大家服務嘅。希望你可以咧係埋嚟咧係做我嘅提名人，提名我參選立法會。星期六咧，如果夠人咧，我哋會報名㗎啦。希望你可以咧係埋嚟咧係支持我。涂謹申衷心多謝你。